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世界卫生大会，11月初9来复会，采线顶会议来进行。台湾唔那无法度参加，阁有网友来发现讲，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的面册，只要是大会咧做直播的时阵，下骹的留言若是台湾的，马上就去互封锁。外交部长吴钊燮提出抗议。 透过面册收看 WHO 线上会议直播，想要伫下骹写讲台湾 can help， 也毋过只要出现台湾关键的英文字就会失败。何立伟陈柏惟挡袂牢。 伫面册警惕讲，什么是言论自由 ？WHO 有示范。粉专功能里面这个东西叫设定为不当言辞或是不雅文字，但是堂堂国际组织把台湾设定成不雅文字，你好意思吗？网友发挥创意，只要有特殊符号，共款会使互世界看到台湾。WHO 面册封锁台湾，哪里个立委拢伫骂。 WHO 真正有够欧啦哈，片面的封锁不会隐藏台湾的好跟台湾的美。搞这种很政治上的小动作，真的是没有必要。随上 WHO 七十开会时，友邦贝里斯加史瓦蒂尼发言挺台湾，都和农业局的主席拉森阻止，提醒讲发言的时，敢若讨论会议，莫讲到观察员的问题。农业代表发言的时，甚至被切断位面，外交部已经表达抗议，感到非常的不满和遗憾。 那我们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我们的抗议，超过1700位的国会议员力挺台湾，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共识。在中国的打压之下，无法参加 WHA， 外交部将继续争取国际上的支持，让台湾会使行出去。